好啦，我哋翻去綠色信念綠色信條原則嘅第3大類別就話基層民主啦。頭先講社會公義呢，原來係咁複雜嘅一回事嚟㗎嚇。咁嗱，基層民主呢個大框框呢，就係一個新即係比較新嘅原則啦。咁綠色政治即係綠黨嘅人嘅認為呢，即係社會民主體制呢，就應該進一步發展，咁就要以基層社區為中心嘅一種新型嘅民主體制嘅。咁佢個基本原則呢，就係呢一個中央政府應該將大量嘅權力同埋管理工作呢，分配俾地方嘅政權基層組織咁呢就從而防止呢個壟斷嘅資本主義嗰個對國家權力嘅獨佔，同埋即係一種對社會生活嘅專橫，係嘛？即係大嘅資本家影響政府，咁影響政府，跟住影響大嘅經濟政策如果呢啲政策能夠分開放低俾一啲基層嘅組織呢，咁就唔會有呢個咁嚴重嘅情況啦。咁簡單嚟講呢，就係所謂基層民主係對基層取向嘅進一步民主化嘅做法，咁亦都令到經濟管理政治管理呢，就唔係少數人嘅啲精英政治家政務官嗰啲咁嘅專有嘅權利，而係人們日常生活公共即係生活嘅一部分因而呢，就其實呢，我哋可以咁睇社區民主呢，基層民主、社會區民主呢類嘢呢，係一種即係呢個觀念實質上係一種所謂直接民主嘅觀念嚟嘅。而喺綠黨呢個以綠色為信念嘅政黨嘅組織裏邊呢，佢嘅基本原則呢，就要即係採取一種分化嘅集中制。咁呢，一切領導基層呢，都要由基層直接選舉產生。咁先至可以真正體現基層黨員嘅意志。咁呢，一個政黨本身好似個政府咁唔係由黨魁黨閥啲大佬大哥大姐決定晒一啲意志、一啲原則、一啲路向，然後就要黨員追隨，因為唔啱咁樣。咁呢，就綠黨呢係要有一種新型嘅組織結構就俾所有最基層嘅單位係獨立自治嘅權利咁呢，就反對黨內有太多嘅等級制反對呢個權力高度集中要責任制，咁要輪換制，即係輪流做領導人又有罷免，咁反對黨內呢就終身制呢啲領導人唔可以做得太耐咁黨內嘅活動要透明度，保持呢即係基層黨員呢行使參與監督咁基本政治權利就要充分發揮基層黨嘅組織嘅作用咁令到佢成為真正綠色政治運動嘅骨幹力量，直接融合喺個市民嘅利益嗰度同個市民即係一般基層市民係相結合，咁呢亦都真係能夠發揮到綠色理念嗰個觀念嘅。咁呢個成個觀念就係咁嘅，係基層民主嘅觀念。